大家好，我們來看一下氣囊彈開後更換氣瓶的教學。首先看這款旗艦款，兩邊有兩條拉鏈，先將拉鏈拉開，氣瓶露出來後，拔開插扣，按住兩側按鍵，用手指甲扣住往外拉。拉開之後，將氣瓶從下方的橡筋處拔下來。使用專業版手套上去，對準以後鬆開氣瓶，再用手擰下來。另一邊同樣操作，拉開拉鏈，扣住插扣按鍵往外拔。拔開之後，將氣瓶從橡筋下拔下來，同樣用專業扳手擰開。擰中之後用手擰下，會比較方便。氣瓶拆卸下來後，我們將氣囊摺疊好，將頭部氣囊對準人的方向擺平。擺平之後，先處理後背。下方這個 U 型洞的扣子，按順序扣好。這裏有一個魔術貼，如果貼起來不平整，要撕下來重新貼平。看一下手臂位置的摺疊，這裏有標注1、2、3、4的魔術貼，將第一個跟第二個貼好邊緣。再往回貼住固定，另一邊也是一樣貼好之後，邊緣再返回貼一次。兩個肩部摺疊好之後，先放在一邊。接住看帽子怎麼摺疊，沿住這個洞口，找到藍色記號點，沿住記號點過去對摺。對摺之後，同樣找到藍色點對好。沿住帽圓的4個魔術貼折回去對應尖好。如果覺得這裏多出來，就往後推。讓藍色記號點對應，連成一個圓。先把後背的布翻過來，沿住中心點，將這兩個扣子先扣起來。扣好之後，稍微翻開一點，將多出的帽圓對摺並整理一下。用手捏住剛摺好的肩部氣囊，與帽子的邊位對齊。露出扣子後，再翻過來。
將上下的扣子對應扣好。如果扣不到，可以先找正反面，縫隙處的爬爬扣扣起來。扣好之後，逐一往旁邊扣，不要扣錯位，否則外觀會不平整。另一邊同樣操作，將這邊翻開，多餘的邊緣對接過來。整理好帽子之後，將肩部氣囊與頭部氣囊用手捏住。找到面部與裏面的縫隙對應，好將扣子扣上。依序將扣子扣好，這樣操作會比較方便。後背扣子扣好後，再看這邊的扣子，同樣沿住上下扣起。不要有錯位，否則到時候會扣不上，產生多餘的部分。帽子上的扣子全部扣好後，整理一下袖子，將其擺平，罩住外皮，向上下拉兩邊，同樣操作並用手拍平。摺疊好之後，看一下下擺。先把後面多餘的部分向內打折，左右對稱打折。這裡有4個魔術貼的模面。捏住對接點，沿着下面魔術貼的線往上對接。翻過來會看到下方對應的4個魔術貼。摺好之後，再向上對接。魔術貼與魔術貼對應尖上，四個魔術貼黏好之後，將下擺的面布蓋好，然後用手捏住，翻到有標籤的一面。下擺氣囊往上翻折一下。扣子扣好，將氣囊抹平。
放好，如果面料有側皺，就從兩邊邊緣拉平，這樣氣囊摺疊就完成了。拿出新的氣瓶，檢查黑色密封圈是否在裡面。如果沒有，就不能使用。找到氣門位，將氣瓶對準螺紋擰緊。如果不知道方向，可以參考更換氣體發生器的示意圖。用手擰緊後，再用專業扳手徹底擰緊。接上插扣，注意插扣是有方向性的。綠色插件內部的凹凸處要對應好。插進去後，用手頂緊。插好之後，應該完全沒有縫隙。一定要按緊才算標準。裝好後，同樣放回黑色橡筋圈內，固定住氣瓶。拉上拉鏈。沿住終端連線處稍微對接，不要壓得太死，順着拉上拉鏈。另一邊同樣操作，裝入檢查好的氣瓶，並用扳手擰緊。插扣突出，面對準綠色插件，凹處插平且無縫隙。與橡筋圈固定好後，拉上拉鏈。這樣整件氣囊背心就完整組裝好了。